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本说字。好朋友，变啊新正年头，咱拢会讲万事隆工商，大家都大发展。台湾话内底吼，我有真侪俗语话，咧讲各行各业。头一句咱来讲，大家都真知，第二生，第二卖冰。哦，这句话毋是咧轻分哦。那以国情啊现代角度来甲理解，毋是咧分讲吼，第一就是医生上界高级，第二就是卖冰上界好赚，毋是。古早的台湾谚语，咱现代的理解，咱来甲体会。体会讲，你若要拍家己的名声，伫社会小可有淡薄仔发挥。第一就是爱考一个专业牌，医生就是专业牌嘛，律师嘛是专业，建筑师嘛是专业。所有若徛一日书的，这拢爱考牌啦。当然有诶毋是政府办的啦，但是你讲法师嘛爱考牌呢。咱讲小法啦，这原来爱考牌啦。行专业的路，你伫社会甲人有坐徛。啊，那第二咧，你讲吼。专业考牌考证，结一支牌对我来讲吼，那像有较为难。无要紧，社会行行出状元，满是条条大路行会透。第二卖冰就是咧教咱讲，咱若会晓经营，就是要经营出家己的特色。卖冰的口味赞，料理好，内底所产的料食，伫咧山顶买溜，人嘛烧钱来食呢。所以吼，社会要拼名声。若毋是爱专业，无就是爱顾一个经营的能力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啊，各行各业拢有烦恼的所在啦。俗语话咧讲，食即万即，万谈的所在伫倒位？来，你斟酌听国情啊来讲，医生惊地扫，土水师惊掠捞，总铺惊食豆，讨海惊风头。毋则讲，咱毋免看人食加减切，事实吼。人伫咧怨叹，人伫咧艰难的所在，有当地咱唔知。啊，咱讲医生惊地扫，这古早的医生确实扫真恶治。当然啦，即马时代咧变迁吼，医术发展，若会当找出原因，倒一款镜头，伊的根本问题产生伫倒位，咱甲找出来就好治啊！你医生惊地扫，扫较恶好。啊，若土水师惊掠捞，要找到倒位捞迄个源头，确实就爱技术，确实就爱功夫。过来讲总铺惊食豆，你若讲食案。较有时间通好看，食豆好肝富富。过来讨海惊风头，这毋免解说。讨海人惊船走马三分命，有影惊风头。所以各行各业，个人有个人的烦恼，你毋免嫌善人。第一要紧就是讲，一定爱认真，一定爱拍拼。俗语话伫咧讲，第三句咱来探讨讲，戏病卡徛久人诶，戏病卡互我徛久，有一日换我登台做小生。有一日换我登台做小段洗目尾，互你看。啊，毋过一定爱认真，亲像讲《青蛙嫂》这条歌词咧讲的，运命好歹是免计较，若有认真是会出头。就是爱认真，就是爱拍拼。有一日迄边卡徛久，换咱登台顺，咱毋才会当大发挥。你讲看有影无？